此后2023年3月3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欠公平的时阵，圣经咱做来听读马太福音第20章1节到16节。天国亲像一个园主，透早出去请工人来伊的葡萄园做工。伊甲工人约定，一日一个云，就找因去葡萄园做工。早起时9点左右，伊阁出去，看到有一寡人伫市场口伫徛，无代志做，就对因讲：“你嘛去葡萄园做工，我会互恁公道的工钱。”因就去。中昼12点甲下晡3点左右，伊阁出去，嘛安尼做。下晡5点，伊阁出去，看到有一寡人徛伫遐，就对因讲：“恁哪会规日徛伫遮，无代志做？”因甲伊讲：“因为无人请阮。”主人甲因讲：“你嘛去葡萄园做工。”黄昏的时，园主来甲伊的管家讲：“你去叫工人来，发工钱互因。对落尾来的先发，然后才发互大先来的。遐个下晡5点才来的，逐个人领着一个云。大先去做工的人，想讲家己会领较济，毋过逐个人嘛只有领一个云。因领了，对主人埋怨，讲：“遮个最后来的人只有做1点钟若定，阮互日头晒规日，劳苦工作，你竟然互因甲阮领平济。”主人因其中一个讲：“朋友，我对你毋是无公道，你敢毋是甲我约定一日一个云？摕你的工钱转去，我要互上尾来的甲你领平济。我用家己的物做我爱做的，减袂用得。我慷慨，你咧目空车是无？安尼上落尾的会做第一，第一个会做上落尾以上。欠公平的时阵。耶稣讲一个葡萄园工人的譬喻来描绘天国。这个譬喻故事主要是回应彼得的问题。伫青年财主忧愁离开了后，彼得问耶稣：“我已经放下一切来缀你啦，阮会得到甚物？”彼得的思考逻辑，若像和青年财主有一丝仔类似。因拢认为家己所付上的代价非常高贵。青年财主是付出真侪心力、遵行诫命，为了要得到永生。彼得认为家己已经放下一切来跟对耶稣，希望得到奖赏。其实，彼得的想法也反映出当时一寡跟对耶稣的人的心声。遐个跟对耶稣的人中间，有一寡检采牺牲安逸的生活，有一寡检采互赶出犹太会堂，因掠做家己失去真济。对你来的问题是，跟对耶稣对我究竟有甚物好处呢？葡萄园工人的譬如，读起来，互人感觉若像欠公平，特别是譬如中的第一批工人，因上早进入园里工作，工时也上长，因掠做家己一定比遐个较慢入来园里的工人，会通得到搁较济的工资，无想到竟然拢共款。第一批工人得到的工钱，就是园主原本约定好的一个银仔。这个工人看到安尼的结果，心内真袂平衡，因就对园主埋怨发怨言。因认为，
大部分的工课拢是因做规日伫炎热下面做工非常辛苦。遐个比较较慢来的工人，做比因较少，却领平济的工钱，实在是真无公平。对于即批工人的怨言，园主的回答是：工钱是一开始就约定好的，并无减互因的。园主有权互因甲其他时段的工人同款的钱，这是出自园主慷慨的心。若对第一批工人的角度来看，甲别人相比较，就会感觉无公平。若对园主的角度来看，无论倒一个时段邀请工人入园做工，拢是出自一份慷慨的心。今仔日，咱也通对这个譬如来反省家己甲上帝的关系。有时阵，咱的心态可能亲像彼得，无领主对所有人慷慨最快乐，反倒转甲主斤斤计较。其实，咱付出的实在无法度甲主互咱的恩典相比拼。无人有资格成做上帝同伴，掠做上帝有我真幸运，因为我付出真济。应该想讲，上帝呼召我，实在是出自伊的恩典。咱应该回应上帝听甲恩典，甲所领受的恩典甲人分享，搁专心跟对主。其实，公平并毋是耶稣谈论天国的重点，也毋是伊呼召咱的目的，因为做恩典永远大过公平。上帝就亲像譬如中的园主，伊真慷慨，而且满有恩典。上帝恩典毋是用钱赚取的，也毋是透过咱的牺牲换得的，是伊白白互咱的。默想，所有人拢通白白得到上帝恩典，公平无？我要安怎看待？所有人拢通白白得到上帝恩典，公平无？我要安怎看待？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赐予我恩典，这毋是靠我的努力打拼和付出换来，是你白白赏赐的。愿你互我看见你的慷慨，珍惜所领受的恩典，搁乐意甲人分享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